旺季殺到，但你間餐廳仲係唔夠人手，門口排長龍，廚房出唔切，樓面做到冇停手。問題唔係冇生意，而係你唔夠人手。點樣透過輸入內地勞工迅速補充人手，喺旺季前搶佔先機？自從2023年推出補充勞工優化計劃，截至2025年已經有超過22,500宗申請，涉及超過17萬名外勞，當中餐飲業佔接近40%。但重點嚟啦，2025年9月18日起，政策已經收緊，以前個2:1比例係可以充數，用唔同職位夾埋計，但而家唔得。如果你申請侍應或初級廚師，必須用同一職位單獨計2:1比例，唔可以再用其他崗位湊數。一句講晒，想請廚師就要真係有足夠本地廚師。以下4個自我檢視問題，快速評估你的餐廳是否需要輸入外勞，有冇真係請過本地人，但仍然請唔到足夠人手？係咪長期靠 OT 先頂得住？旺季係咪經常爆單但冇人做？達唔達到新嘅2:1人手比例要求？旺季前而家就係申請嘅關鍵時刻，無論你是否決定申請，時間就是你最大的敵人。整個申請流程需時不短，越早開始越有利。想成功申請，你至少要準備好餐廳足夠本地員工，按薪比例，你願意支付不少於本地相同工種嘅工資中位數，你能提供合規住宿、完整本地招聘記錄，公司冇不良記錄。政策只會越收越緊，競爭只會越嚟越大，機會一定係留俾有準備嘅人。